相信疫情较掂咯，台中新社的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规划行程，由职人也就是在地通，带民众来游新社，会当对当地有更较深入的了解。新社职人村等你一来。 新社商圈的生意人大团结，邀请乡亲体验当地美食、专家的手工品以及新社的水。推动了约超20家的职人，然后呢，各式不同的特色，有做菇类的，做果干的，好有做香氛的，有做陶瓷的，有做醋的，都是我们新社在地非常知名的一些店家。 新社是台中的后花园，这20年来有不少专家来这里经营，开创出像手工醋、种香菇、地球精油等等的产业。游客可以到我园区里面，那进去的话，你去自己带着小朋友亲手采摘香菇。透过轻旅行，和乡亲听专家讲故事，了解产业以及新社特殊的人文风景。